今日辛苦啦！今日想分享一個我前老闆係我工作唔順心時叫我睇嘅故事。垃圾人定律。垃圾人故事一：吹口哨嘅醉漢。一對情侶夜晚喺餐館食飯，漂亮女友被隔離台醉漢吹口哨。男友話：反正食完咗，揀地咪行啦。女友話：你點咁撈？係咪男人啊？男友話呢：犯唔上同流民交警。女友急，鬧完自己男友，又過去鬧嗰個醉漢。結果醉漢過嚟開打，男友被捅3刀，喺醫院搶救無效死咗。男友臨死前問咗女友一句話：我而家算係男人咩？如果你嘅女朋友被醉漢吹口哨，你會點做？垃圾人故事2：路口差一點嘅相撞。一位朋友喺正確嘅車道上面行駛，突然間一架黑色轎車從停車位開出，正好擋喺前面。朋友立即踩剎車，兩車之間嘅距離就只差個幾公分。呢架車嘅司機兇狠咁甩頭，並且朝住我哋大喊大叫。我朋友只係微笑，對個教揮揮手。我嘅意思係，我朋友表現得好友善。於是我問佢：你頭先點解咁做？個教渣啲毀咗你嘅車，仲可能傷害我哋。對於垃圾人定律，我認為英國首相丘吉爾名言十分受用。有啲人真係唔值得多花時間餘力同佢哋破命。如果你對每隻向你吠嘅狗都停翻落嚟掟石頭，你永遠到唔到目的地。垃圾車定律嘅意思係，有嚴重不良情緒嘅人就好似一台垃圾車，佢哋周圍跑嚟跑去，本身充滿咗負面情緒，被垃圾情緒纏身。當佢哋身上嘅負面情緒不斷堆積，就需要揾地方傾倒佢哋身上嘅垃圾。有時咁啱掂到咗，就將垃圾往人哋身上丟。對付垃圾人最好嘅辦法係對佢哋敬而遠之，唔需要意氣用事，亦都唔好同佢哋爭辯，更唔好動怒或者動手。因為咁，你唔單止會佢哋負面嘅情緒感染，佢哋正好揾到機會將自己嘅垃圾往你身上倒。今日辛苦啦，聽完呢段話，今晚早啲休息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嗰個同樣好努力嘅朋友。我係 Well Done Today， 練習成長，等未來嘅你，感謝今日嘅自己。我哋下條片見。